喺 model 拉5個肌肉群嘅。第一個係我哋要先做背闊肌呢個大肌肉群啦，之後再拉小圓肌同埋頸夾肌啲少啲嘅肌肉嘅。之後就喺床上面做呢個股四頭肌嘅拉伸啦，同埋最後就係要做呢個闊筋膜張肌嘅拉伸嘅。咁樣闊筋膜張肌做完之後要做1至2分鐘嘅放鬆，之後先可以落床啦。所以我就擺佢喺最後。股四頭肌嘅拉伸啦，同埋最後就係要做呢個闊筋膜張肌嘅拉伸嘅。咁樣闊筋膜張肌做完之後要做1至2分鐘嘅放鬆，之後先可以落床啦。所以我就擺佢喺最後嘅。雖然呢個下身嘅肌肉都比較係算係大肌群。OK，咁我哋嚟拉咗右邊嘅背闊肌先嘅。右邊背闊肌要上床係。好。咁咧，我哋先會拉右邊嘅背闊肌啊。咁右邊背闊肌咧，就需要用左腳膝頭哥做固定點嘅。我就擺喺佢左邊腳底低少少呢個位做固定點啦，然後就要 model 自己伸隻右手上去，係啦，然後向左邊傾斜，拉唔拉到？拉到。咁我就會幫你做向下25至35度嘅，佢更加好拉到呢個大肌肉。揾到個肌肉張力位啦，咁我就數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OK， 拉唔拉到？到。OK， 另一邊。咁同樣啦，右腳膝頭哥固定呢一個位。咁咧就要你左手幫我擺上去，盡量向呢邊伸展。係啦，然後我就會咁樣向下邊，拉唔拉到？拉到。咁就數12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OK， 放鬆。好啦，咁就完成咗背闊肌嘅伸展啦。我剪咗你用右手擺呢度，摸下頭，向後少少，然後收一收下巴。係啦，咁就記住呢個挺直咗上半身嘅感覺。咁就要你幫我將個頭向左轉25度，向下望，我會幫你撳住呢度。拉唔拉到？到。01、02。OK， 放翻鬆，頭收正，下巴低少少，係啦，左轉25度，向下少少。我幫你用右手揾到個位先。OK， 感覺到，我轉左手。01、02，放翻鬆。咁咧，呢個位咧，我就會幫 model 個頭左右搖一搖咧，會放翻鬆個頸嘅肌肉，同埋幫佢關節嗰啲活動位整翻個空間出嚟。OK， 左轉25度，向下。01、02。OK， 放翻鬆，係頭後收正，收翻個下巴入嚟，係啦，左撞，向下望。OK， 飛到個拉力位，就咁樣垂直撳住。01、02，可以放鬆啦。咁最後就會做個12秒嘅拉伸嘅。咁你覺得個位 OK 咧，就同我講一聲，咁我就 hold 住喺嗰度。好。頭後收正。
望，向下望少少。左轉25度，唔使太多嘅。向下望。有個拉力喎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
8、9、10、11、12，放鬆。O 唔 OK？ OK。Amy 都係一樣啦，左手做頭後收正，右手收一收個下巴翻入嚟，右轉眼度角向下望，向下望，向下望，向下望。係咪未夠25度？好似咁。向下望，向下望。拉唔拉到？到。01、02，放鬆。你係頭後收正，下巴向右25度，自己向下望揾到個位。01、02，放輕鬆。做咗2次之後呢，就會將個頭後收正嘅同時呢，要個下巴左右揈下。係啦，我放翻鬆個頸嘅肌肉。OK， 向右25度，向下望，向下望，向下望。OK， 呢個拉力啦。01、02，OK， 放輕鬆。向下望。01、02，OK， 我哋就準備做12秒比較長時間嘅靜態伸展啦。頭後收正，左望25度，往下，向下望，向下望，向下望。拉唔拉到？到。咁就用左手防止個膊頭向上喐啦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放鬆。將其中一隻手擺喺呢個腰方肌呢個位，係啦。咁呢 model 本身呢個膊頭呢個位有少少緊嘅，咁所以呢就唔會喺右邊膊頭嘅右邊小圓肌拉伸嘅時候呢，就盡量會就住少少嘅。OK， 我就拉你個膊頭向前少少啦，拉唔拉到？可以。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拉唔拉到？ OK， 咁我就拉另一邊啦。咁又係將左手幫我擺喺腰方肌個位，然後我會用左手咁樣撳住嗰度膊頭呢個位做壓嘅動作，然後慢慢將左手拉向前。OK。呢邊呢就 feel 到係個拉力係順少少嘅，所以右手幾個月前呢係有少少傷過嘅，所以我哋就盡量唔拉嗰一邊啦。其實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OK， 拉到喎。
OK，咁我哋就上床拉埋股四頭肌同埋個闊肛內張肌。擰住面，擰住面，係啦，好似按摩咁樣。OK，咁我平時都唔係做開運動啦，同埋我哋都唔會特登去拉佢嘅腳掌嘅跟腱嘅，所以我就將隻手擺喺佢小腿骨呢個位，向下壓。咁你覺得如果去到最緊嗰個位，你就同我講。差唔多啦。OK，咁我就話差唔多啦，咁呢個位拉12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放鬆。好，咁我哋就拉另一邊啦。一樣啦，都係捉住你小腿骨嘅位置，向下壓。哎呀，喂，係啦。如果差唔多到嘅時候就同我講。係咪差唔多差唔多啦。OK，你都 feel 到呢個位個張力係比較勁嘅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放鬆。係咪啊？咁我哋而家就可以擰住面拉闊張脈衝肌啦。我哋咧就先拉呢個左邊嘅闊腳掌脈衝肌嘅。首先動起隻腳先，係啦，就點 model 動起近你嗰邊嘅腳啦，然後就將佢跨過去對面啦，之後就將呢隻腳咧就伸直嘅，就拉向床邊嘅位置。慢慢拉過嚟，然之後咧我就幫佢托一托起呢邊嘅 pat pat 嘅位置嘅，盡量令到佢可以離地。OK，我再將呢隻腳再拉出少少。如果你覺得如果緊嘅話，同我講。係咪拉到？拉到啦。OK，咁我就用呢隻手幫佢撳住呢邊膊頭。拉到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可以夠翻鬆啦。係啊，咁咧，我哋而家就擰住面做另一邊啦。OK，一樣啦。咁我哋做另一邊，而家就去拉右邊嘅闊腳跟脈衝肌。咁首先托起佢嘅左腳，將佢擺喺另一邊啦。係啊，條褲咧就放慢慢，就將個右腳伸直嘅，慢慢拉去床邊。OK，咁咧就要幫 model 將左邊嘅 pat pat 升起，升唔升啊？喺呢邊，係右邊嘅 pat pat 升起。
就再幫佢將隻右腳拉出少少嘅。如果你覺得拉到或者開始緊咧，你同我講。伸唔直咁樣，伸直少少先。睇唔睇到？睇到。呢個位就用左腳幫佢頂住。1、2、3、4，好似係咪再拉多少少？OK。呢度。嗯。點解仲拉到嘅？好。緊唔緊啊？呢個位？可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OK，放翻鬆。咁咧，就俾嗰度喺張床度唞一陣啦。咁就完成咗5個肌肉嘅